那个地铁站单子就讲，你收税整整在13年，3个人认得上的，没想到20岁到38岁。得了地铁哦，走法，整整3个半钟头。马上实现重建天一城，从4节类似带钢筋水泥，从后花园带摘花间，再能拿街楼大厦车水马龙，总归是上美了个地方。外部嘛，大山镇，人家叫人啊像赶进口的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哈，滚死喽！言之同义的作战，路还是那个路，树还是那个树。谁是不晓得哪有点搿个味道啊？变态！江山谁是人民，人民谁是江山？几辰光行出来个科学家啊？不晓得苏州会不行的。哎，我也对了看见了，从早上8点钟到现在12点钟，整整4个钟头，我心心念念的上海烂大厂单子还是进去，头皮咕噜咕噜叫，馋头水哒哒滴，哪有小芳再来一盒冰糕？哎呦，10块的，上趟来13块哇！对个，哎呦，阿个孙子侬也晓得噶，哎呦，真的不得了！哎呦，上海真的有人等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最爱。那个后台冰干是最正宗的冰淇淋，白砂糖、鸡蛋、黄油、后台人，上海么只有那个名堂就拿得出手，其他么子就么整个站到他的垃圾东西放下。那个名堂就一块奶油一块肉啊，他们都不掺吃下去。爸爸，还得谈谈少年他的迷家。走来讲不难听。西番泥，还得啥个意思？在上海哦，喜欢你西番泥。烂大厂从离开店到现在，从来分搬过上。那个是我小辰光每趟到上海来第一个搬单个地方，现在再回头看一看。淮海路是曾经的法租界，南京路是英租界。太平天国的辰光，你也晓得，你讲好听。中华里手人一把好，拿苏州城里向10万个富豪，塞得蛋上海中高里。上海的经济是苏州千年繁华的传奇和延续。阿懂。所以上海人不少还海外的呀，充其量赚点苏州人的荷包财。我帮你讲，你也不能跟上海人客气的。做事蛮之谁呀，豁得出去。哦，侬好。非正还会对于爱上点人认得我，哼。